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鸟鼠靠鸟加自卑。字面的意思是讲，鸟是鸟鼠的天敌，鸟若发生什么意外，鸟鼠应该是真欢喜，哪有可能替伊艰苦心？话句的意思就是加好心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“竹”，它子午竹，自卑的“竹”第5条。台语字典解说讲，竹是老母疼囝的意思，咱讲自表自亲；另外老爸疼囝，咱讲自父；另外竹嘛有爱惜、真好、温柔的意思，咱讲仁竹。有仁慈的心，咱讲是自心；仁慈又搁有怜悯心的人，咱讲伊足自卑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自善，意思就是仁慈又搁有善心；第2个词自卑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真仁慈，也搁有怜悯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迄阵讲有一句话讲，慈不讲兵，义不讲财，意思就是讲自善家有自卑心，无咧掌管兵马；另外有仁义的人，因为有自心，嘛无咧掌管钱财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“慈”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